個人資訊管理模組，以下落嚟係介紹個人資訊管理模組嘅資料。個人資訊管理模組係管理員工嘅個人資料。用戶想進入呢個模組嘅時間，只需按下個人資料模組嘅方塊就可以進入。進入之後會列出喺個人資訊管理模組下面嘅功能。需要進入嗰個功能嘅時間，只需按下功能嘅按鍵或者下邊嘅連接，亦都可以進入呢個功能。個人資訊模組下面嘅功能，員工基本資料分為左右兩個版面。左邊嘅版面主要係列出所有員工，又或者需要搜尋嘅員工嘅方塊。用戶可以選擇列出所有嘅員工，或者而家在職嘅員工，又或者係已經離職嘅員工。當需要搜尋嘅時間，用戶只需喺上邊嘅搜尋格裏邊輸入需要搜尋嘅資料，例如員工嘅姓名，又或者員工嘅編號，就可以選擇搜尋。當輸入完畢之後，按右邊嘅搜尋鍵，就會列出當中符合搜尋嘅員工資料。用戶需進入去睇呢個員工嘅資料時間，只需按下員工嘅姓名嗰一欄，就右手邊嘅方塊就會列出所有員工關於呢個員工嘅資料。右手邊嘅方塊係會有5大嘅版面。第一個版面個人資料係會列出員工一啲基本嘅個人資料，包括姓名、電話號碼、電郵號碼等等，亦都會記載員工身份證資料或者其他旅遊證件嘅資料。第二個版面係員工過去嘅任職歷史。呢個版面會記載員工喺不同嘅日子裏邊喺公司裏邊不同嘅任職歷史，當中包括佢嘅職位啦，亦都會包括佢嘅薪金，亦都包括當中如果係一啲合約嘅員工嘅時間，會合約嘅資料，同埋一啲重要日子嘅資料，例如佢幾時會完成呢個試用期，佢需要通知嘅時間，又或者係最後嘅任職日期。最後一欄亦都會係俾員工或者公司提出縮短通知期所需嘅時間。第三個版面，如果員工係有一啲親屬嘅需要登記嘅時間，亦都可以喺版面登記親屬嘅資料，包括姓名、聯絡電話或者地址。第四個版面就係員工嘅個人地址資料。地址資料可以儲存多過一行，包括員工嘅個人住宅地資料，又或者其他嘅通訊地址資料，亦都可以儲存。最後一個版面係員工薪金發放嘅方法。喺呢個版面，用戶可以選擇員工薪金發放方法，可以通過銀行轉賬、現金或者支票等等，當中輸入嘅資料時間，員工嘅薪金就會按照呢個版面當中所指定嘅方法去發放。以上就係主要個人資訊管理系統當中主要嘅功能。